哪位呀？头痛啊，一夜眼发昏，眼哪发昏，地铺啊，为见痛难忍，痛啊难忍，醉落半山凶色顿。破是破杀一层云，破是破杀一层云啊。为何啊？为父长出金，长啊出金，干头啊，阴错秋杀心，秋啊杀心，莫非手中有剑意？你们探门从年前，你们探门啊，从年前啊。你娘搬出来嘞？你爱嘛该爱呀你给的，俺害你的，唔会害你呐。哎呀，俺嘛该也唔记得了，头脑动枪不嘛该冲动啊！哎呀，给你下喊痛我哇！好得位呀！哎呀，这就太好了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俺叫你转来嘅时间，你是马街，就要马街，已经要了3日3夜啊！哈！3日嘞，已经3日嘞，多谢供养救命之恩，过此。哎，等下，你莫想为命的呀哈，你那个偏蛮好，两办做得着。你呀、老个思想放给你文房公子，穷养心急，偏蛮好，就爱这个。哈？你讲嘛啥？江南地府给李公子。哦，原来他也对你啊！你对你按到嘛个名嘛？俺给你的爱是你个嘛个人嘛？你用不出口2年啦？呀，讲唔得你的呀，你的爱是你个嘛
你么？哎，係你嘅阿姊，莫講話打呀就打的。哦，你講，你係我嘅阿姊？係呀，嘅，你按到乜鬼名啊？我喊用法。哦，你喊用吧？哎呀，嘅嘛嗌唔就按到烏龜嗎？你真聰明呢，你就按到富貴。跟你相用，用吧，奶奶相用啊。嘅係因為你唔係前幾天呀，你啊係我娘來嫁愛。哦，用吧姐姐啊，我哋下乜鬼就唔記得咧，煩惱你，上那邊嗌娘多嘅，老嗌送回那片戲呀。你嘅阿姊兩位說嚟3年嘅閒飯，難道就按用善良嘛？阿姊我係開飯館嘅，唔係實在飯嘅喲。用法太子呀，既然咩講，我哋3日啦，什麼雞，牛嘛雞嘛，叫出來嘅東西，佢樣你係用錢買嘅呀？嘅我幾多錢啊3兩，啊？幾多啊？ 3兩。哎呀，真按你聽聽啊！哦，口氣真蠻大呀哈，拿來。好好好，係萬年，係萬年。那個錢呢？哎，慘了。用話姐姐呀，我哋身上冇記得嘅東西，有頭是君子啊，是恩，不圖報啊。我又唔係君子。嘅你按用辦啊？你啲阿姊兩位做嚟3年嘅閒飯，就係老愛做3個月嘅神咯。嚇！馬街呀，雖然3年嘅飯，我讓你做3個月嘅神咯啊！錯啊！做年3個月，我係爭老你講，你係對哪位來嘅？到2次當表唔知。你哋啊，不明懂一槍。喂，你2、3年偷告訴我啊哈？你敢知呀？幾點水嘅恩情就愛。愛馬街呀！哦，幾桶水都好大，哦，係救命之恩。好，推你做。不過救命恩人啊，咁做得不愛顯示東西，愛都是謠啊。哎，用話太子呀，你講話做得較世上掉嘅冇啊？愛3多年，總喜就講話貼偏向，慢慢的你就會慣嘞。用法，來嘞，富貴多做下去，仲要嘅丟出來。你係愛？我唔係你，係馬啥？哼！也擁有千歲，做下去，富樂平庸，披天起。
间最从父子爱，保存自己也是情好意。天你所在，俗生有难，永好今生不亦有期。其实爱之床，你也看得出，哎，你有福气相啊！无啦，团嘅。妈，给你团嘛该团，带公子，抢，都抢，哦，你还两办一回事啊？你啊是生活的六用。你认识爱吗？富贵呀、你也唔照讲的，看一下自家系嘛概念。李公子两办会说死你呀、李公子佢出身名门，家嘅夫妻系个太太嘅干。你按多嘛改命？爱按到啊，富贵呀、富贵，跟你嘅上嘿，富贵雄啊！为记不忘情，错啊苦啊，穷匆东啊穷啊，太子啊路啊。青葱打来生啊，赶路难啊，一片不拉去，彩中啊土啊。这为何不得了心上全意了后，再来赶路呢？富贵秀，太子面那情，后面亮啊，对线路啊见。救父啊！
相宽，当今万岁乱传回，分明无他有强命，有强命。哎，你用我马凤梯啊！爱马凤梯，关你嘛个事情？马凤梯是死退。天高凤梯耶，也爱记躺喺度啊！唔过你马凤梯啊，我心肝莫爽快啊！这是淫妇呀，你忙躺管啊，躺多嘞就管嘞。哎呀，李公子啊，你把出头安利好，来，老辈凤台，我扶你进房休息。多谢玉法。你看嘛该看啊哈，唔是看过系么？还唔去做事，太难啊！哦，唔系啦，唔系啦。哎，用华太子啊，方才你讲你不宜用肉用来补身体，错啊！你看佢呀，平年年嘅用相，冇说地位好嘅补品，身体两百会好哦。唉，乱食药为死人界，佢错到安样，用了生理切碎，再用造力器气学代言，老传批向下诊术，向下服用就好为嘛。哦，你係先生？哎，考第英语呀！哎呀，富贵呀！想唔到你肚子里嘅东西还按到啊！几好，等下我去让你煮饭，你负责老李公子择药嘅。好，哎，等下，你做俩身衫裤啊，四处烂烂款款，做得身好无长款，到底背弯一两，早唔会碰到隔壁人家，讲爱口吐效果。好，哎，再来，我是老你讲哦，你的阿姊俩会做工，天热不准太难，天二做唔得老人客人家，地嚟啦。这天山嘛，做唔得调侃隔壁人家嘅先 Q 先生。你笑嘛该呀哈？还有哦，提示呀，做唔得条条，那江山么嘢，未来演戏也听不准你。不准让你赌娼，不准当昂饲料，不准赌狗，不准偷食酒，不准打鸡妈哦！错，你讲嘅错啊！阿狗啊，慢用下啊！蔡叔啊，那个福气真好啊！自强富贵，你将门，客栈胜利你心，年客称赞和平心，苏家三万应给的财喜，何时财神来降临？还有干娘啊，这事啊，